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出埃及记第3章第7节至12节。出埃及记第3章第7节至12节。耶和华讲：我的百姓徛起伫埃及个，因的困苦，我实在已经看见啦。因为着独工个来吼叫，我已经听见啦。我本知因的痛苦，打我落来，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出迄个地，到肥水开阔的地，到流米甲蜜的地，就是迦南、赫、阿摩利、比利色、希微、亚布斯，这个族的所在。打以色列人吼叫的声，到互我听见。我也看见埃及人苦楚因的艰苦。打你来，我要找你去见法老，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对上帝讲：我是虾米人，通去见法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伊讲：我实在要甲你伫地。你带百姓出埃及了后，因要伫即个山服侍上帝，这要做我找你的证据。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做的人。今仔日，小牧师要为咱讲的讲题是：我是虾米人？请牧师。请咱三下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至诚的主人，互阮正义女会当到一你的圣殿来朝见你、敬拜你、服侍主你。恳求上帝会当通过敬拜，会当通过你的话，会当帮助阮，会当甲主拿成分。也恳求上帝会当通过今早起你的罗布所透的信息，互听的、讲的，拢会当得到利益。阮将今早起的敬拜完全摆在你面前，恳求上帝带领引出甲赐福，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我今日特别要用出来一句第3章第7节到12节，甲咱三角想的一个主题，就是讲我是虾米人。捌有一位神学家捌安讲起，讲家庭、教会、国家是上帝发展人类一世上生活三大的制度。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学习的开始。教会乃是永生上帝的家，是基督徒家庭的延续，是培育属灵生命的管道。因为家庭的生活对社会、国家的影响是真大，咱会当对历史中间会当得到印证。当家庭制度健全，那安尼家庭受到重视的是社会通常是真安定，会当进步。总是若是家庭的制度无完全受破坏，会致到国家社会无安定衰败。婚姻家庭的问题的专家就是东海大学退休的一个教授，叫简春兰教授。伊捌讲起，是各种宗教无任何一个宗教，亲像基督教即款的肯定重视家庭的价值。我想这是事实。咱来查考圣经，咱会当发现，对旧约的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关怀立约的对象，毋那啥，敢若一个人，伊个人，是指包括伊的家庭、伊的家族，甚至是世世代代才会子孙。亚伯拉罕互上帝拣选，更加真侪万人会当得到福气的一个管道。伊的重要的关键就是亚伯拉罕无论伊到是啥物所在，就起做这段只要来敬拜耶和华上帝。亚伯拉罕真侪万人得福气的管道，就是伊整个家族爱延续这真重要信仰，就是出埃及记第3章15节所讲。上帝对摩西安尼讲：找我到伫恁遐的
就是耶和华恁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上帝，雅各的上帝。这是我永远的名，这是我的纪念到万世代。所以咱看见亚伯拉罕的家族，上帝甲伊立约，毋是讲亚伯拉罕，是伊整个家族，伊要子子孙孙。如果所有的这子子孙孙会当即款来敬拜上帝，那呢，伊的子子孙孙就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敬畏上帝真重要的工作，就是起造家庭的制度。圣经中间有真侪所在对家庭的生活的教示，无论是夫妻的关系、囝儿甲父母的关系、手足的关系、大家新妇的关系，也是讲家族中间，上帝的命令往往是对整个家族来提起。诗篇127篇第3节，只要讲起儿女是耶和华所属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伊所享受的，所以其实咱看见，圣经非常强调家庭甲上帝关系会好好，那呢世世代代子孙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咱这做人父母的应该来珍惜，儿女是咱身边的事，就要开始来建立家庭的制度，或囝儿咱培养出敬虔的品格，相信后代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我想在我的家族中间，我有看见我的老爸、老母，伫细汉就是带阮做家庭礼拜。毋过到咱现代我看要做家庭礼拜无遐尼简单，总是咱应该会当每一天、每一暗会当带咱的囝儿孙来这样来祈祷。我真上欢喜的吼，就是阮全家10分，甲孙仔10分的事，我带因祈祷。我是感觉上欢喜的事。所以要安怎互咱这个家庭的制度会当起好，真要紧，就是咱做父母的人，来引传咱的咱的子子孙孙，之下来敬畏上帝。我相信要建立家庭制度，互家庭的成员有丰盛的生命来分享见证主的名。我想咱的教会是真要紧协作的所在。为什么来讲？因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咱一定要来承担属灵生命成长的责任。因为教会是咱这上帝的儿女生活的所在，教会唔单单是只建筑物，更加是属灵儿女聚集的所在。在这个环境中间，要有听气氛，有关系认同，生命三角结连的所在。教会是信徒的家，必须要互相分担苦难，分享荣耀、荣光，互咱的生活是上帝的大家庭中间，一厅内面来起造一个爱往充充、属灵的大家庭。所以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要帮助咱培养咱的灵命，哪进步。第二方面，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也是教育的所在。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也是教育所在。咱的教会应该提供真完备的教育，互信徒在灵命中间有更较好的种植，来起造在上帝的话语中间，应用真理在时代环境中间，活出家己生命的意义，更加真侪万民得到福气的管道。我有看见咱的教会，特别是暑期的中间。咱有侪这成效的灵修，我嘛真期待咱有拜五的祈祷会、早间祈祷会，大概拢差10空会参加，望佫较侪人会当来参加。我即阵带领咱早间祈祷会是用约翰会员师，阮的先辈叶安老师是咱中间伊是这方面的专家特别约翰会员师，伊真有研究今日甲咱参加礼拜。教会是永生上帝的，也是教育的所在，所以咱教会应该有一个真完备这管道来帮助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对上帝的话拿入办。所以，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教会，是要帮助信徒各尽其职，结连伫元首耶稣基督，互咱的教会充满有听、有信、有愿望的生活，
这是咱基督教信仰真照紧的教育的根基，帮咱啊，互咱有信、有仰望、有听。第三方面，教会是上帝的家，也是服侍的所在。教会是上帝的家，也是影响上帝的家，也是服侍的所在。圣经特别讲起，大人照所受、所得到的恩赐，要爱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关键。这是彼得前书第4章第13所讲。所以参与上帝家庭的建造，和上帝儿女的家庭这段的火永无煞。我相信这是咱的教会爱帮助咱所有兄弟姊妹，互咱的家庭有一款真要紧的宗教气氛，帮助咱的子子孙孙会当是教会一家庭中间，互咱的信仰那加添。所以咱来彼此来教示，彼此来服侍，共同来起造丰盛活命，分享上帝的荣光，互未信者的亲人朋友会当较无上帝的听，甲上帝的公义，会当归向是上帝的国度，来领受上帝的救恩。亲爱的姊妹，咱要安怎来参与属灵上帝家庭的起造？若是上帝家健康，也必然会帮助信徒的家庭更加有气力来起造家庭的这段。在耶稣基督内面，会当分享丰盛的活命，来见证主的名。所以，咱特别我今日特别引用出来入去第3章70到12经文，要用我是虾米人来思考，咱是上帝的家庭中间。要安怎来承担什么款的角色，来共同建立属灵的大家庭？俗语有一句话讲：一枝草，一点露，一个萝卜一个坑。我想这句话会让充分来表达上帝关顾伊所创造的万物，嘛要供应，互人一切大细项的事。俗语有一句话讲：天生我材必有用，买买买毛一无赚。这是表达上帝要互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恩赐，无同款的才华，同时也要互咱每一个人是这个世上拢有无同款的使命甲任务。今日咱是虾米款的人？我相信上帝互咱每一位信徒，在教会中间拢有无同款的角色。在咱的教会中间有牧师、有长子、有同工、有信徒。期待每一个人拢有当真侪各种无同款时间的服侍者，彼此来发挥每一个人无同款的恩赐。在上帝互咱信徒无同款的职务中间，来发挥每一个角色的功能，也是讲在教会中间的服侍，咱毋免去比较，什么款的服侍是重要，什么款的服侍是无重要。其实。咱每一个服侍，无论是台前，无论是台后吼，咱会当看见，无论是咱看见，是讲看袂到的，拢是神圣的服侍，拢是真重要的服侍，拢是爱忠心尽力来服侍，共同来起造上帝的家庭。咱每一个信徒应该拢毋是一个吼，咱一个应用吼做一个观望者。咱只有是积极接受装备，也是准备去做工的人，也是已经上福音的战场，已经在征战的人。所以无论咱什么款人，无论是在咱的中间，咱受装备，也是讲已经在征战，咱每一个拢来参与，在教会中间大细的服侍。所以今仔日我就要用出来去第3章第7节到12节的经文。要甲咱大家互相来激励，并且来提升咱家己。但是教会中间，咱是虾米款的人？我期待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真侪4种有特质的工人。第一种的工人就是讲，咱要有敏感、佮有行动的工人。咱要真侪有敏感、佮有行动的工人。特别今仔日记载的圣经是第3章的第7节到第9节，耶和华讲。我的百姓是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已经看见。因为着独工来熬叫，我已经看见。
我本知影伊的痛苦，我落来是要叫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到迄个地，就是肥水开阔的地，流年甲流蜜的所在，就是迦南人、赫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以米人、亚布斯人，遮个族的所在。当以色列人会哀求的声，讲我已经听见，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来苦楚因的艰苦。是第9节，上帝搁一遍重复来讲起。现在以色列人会哀求的声，我已经听见，也看见了埃及人怎样来欺压因，来苦楚因。第8节搁讲起，我落来是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到迄个肥水开阔、流年到蜜的所在。这是表示讲上帝怜悯的拯救的行动。伊有看见埃及人是以色列人是埃及的受苦，已经看见也听见，所以这是上帝已经开始要行动。台湾美满婚姻促进会有甲基督教互谈会也捌一少年教会，有举办一场婚姻家庭的关怀策略即款座谈会。伊的目的是讲要邀请教会设立社区家庭幸福关怀站，或者是大概20年前的事。希望每一个所在有一个关怀站来帮助提供社区民众有一个关怀的所在。24点钟会当来接听电话，会当来关怀社区的人的需要。有人敲电话来求咱的帮助。当时是中心教会牧会黄振生牧师，即是济南教会牧师，伊有提起讲，有一遍有一个来求帮助的一个负责人的电话，讲这个负责人的性命，伊会当会了解辅导了，然后这个负责人会确保上帝的真理，会来到教会开始来牧道。所以是遮参加座谈会人分享的人，伊讲敢若听电话，感觉若无够遐，咱应该帮助互遮个听电话的人会当有较好的训练，帮助你有真敏感的行动，会当去帮助遮个人的需要。所以今日咱的教会中间，咱也期待大家拢有一粒真敏感的心灵去感受、去发觉，遐是咱的周围中间忧伤痛苦的心灵，并且会当互咱亲像上帝同款有所行动去帮助遐受苦兄弟姊妹、亲人甲朋友。第二方面，真期待咱所有兄弟姊妹，咱有智慧去车派，也是讲接受车派的功能。无论是你爱去车派啦，还是讲接受车派。当上帝看见、听见以色列百姓是埃及受苦、埃及的声音的时，上帝保护伊的百姓永远的受痛苦。伊讲：当你来，我要找你去见法老，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上帝看见以色列百姓是埃及所受的苦楚，所以就要找摩西讲：当你来，我要找你去见法老，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已经到，是上帝要出手的时。就迄时，摩西就真侪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迄粒真要紧的奇迹。因为摩西出世了后，上帝奇妙安排，予伊是法老的王宫接受上好的栽培。搁一米甸的旷野，为着伊为伊的丈人甲铁路固守羊群40年。但摩西问伊的双心灵都已经受到完备的操练，所以摩西就真侪上帝差派伊去拯救以色列百姓上好的精选。
我相信一到的事工中间，有真侪事工拢需要真侪同工来参与。咱也有智慧，会当诚侪去找遣，也是讲接受找遣的工人。咱一教会阮的教会特别咱31个月是台北县改制新北市以前捌来投入关怀社区弱势，即个国校即个儿童。迄阵台北县咱家号名叫做小太阳，小太阳生活营这暑假，每礼拜拜一到拜五，大概1年到2年，这学生，这弱势家庭的囡仔，就是到阮礼拜日，阮当时有7、8个同工来帮助这个囡仔。拜三有比较高年级也一起来，拢是去通过辅导室讲这个囡仔确实需要，因为伊长的时厝也无人，毋忙教会会当来照顾，所以阮的教会是甲国校的辅导室，也是甲台北县的小会局一起来合作，大概有做10年久的时间，有侪的同工会当来投入。我若看见这囡仔也通受到真好的栽培。我想咱每一个教会，拢有每一个教会要发展这个事工，无论社会的事工，无论是福音的事工、报道的事工等等，拢真需要侪的同工来参与。所以咱要诚侪有智慧去车派，是讲接受车派的工人。今日教会服侍其实是需要真侪同工。教会中级同工要安怎去有智慧去邀请人来参与服侍，也是讲当有同工邀请我去服侍的时，我是毋是真甘心乐意去接受这个服侍？若是咱拢有智慧去邀请人投入服侍，也是接受邀请去服侍，那安尼教会事工、福音事工，才会当真有果效一来推动来执行。有一遍是早倒是阮的教会是个礼拜同我牧会的时，阮有一段时间是用拜六的早起做祈祷会。伫早倒会时，阮的迄个传论机有传一个求助的一个信息对传论机来，我看到了是迄个祈祷的线。我有特别甲阮的牧师娘讲，牧师娘主要，你会当邀请好一个姊妹，咱的姊妹去关心咱的教会来帮助一个姊妹，真关心了后来，这个姊妹伊一寡问题，知影讲是为伊祈祷，牧师娘甲姊妹讲，你会当来教会报道，求上帝来帮助。后来，这个姊妹开始是教会中间一个无道，所以今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真毋忙会当诚侪有智慧去车派，还是讲接受车派的工人。所以咱新来的牧师来到咱中间的时，伊甲这小会中间讲咱有啥物事工爱来做，当咱互邀请的时，咱就是讲甘心乐意。有时迄个服侍毋是我的专长。总是阮若有负担，咱会当来接受装备，那安咱会当讲做真好，迄个同工会当去来服侍咱的教会所需要这个事工。这是第2方面，咱有智慧去车派，或是接受车派的工人。另外，咱来看见11节到12节，有特别讲起，咱来诚侪谦卑求问上帝的工人。第11节。摩西对上帝讲：“我是啥物人？通见法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当上帝呼召摩西将以色列百姓对埃及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呼召的时，摩西当时怀疑家己是毋是有听毋着上帝的呼召，所以伊对上帝讲：“我是啥物人？通见法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啦，也是讲，伊怀疑家己有即款的能力，有即款的气力。咱是这是
咱不得不产生一个疑惑：摩西本来是真有自信、真有能力，总是才自信、才能力。当上帝呼召摩西，讲你去埃及，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的时，伊是啊，可是啊戆硬。原本伊的气力，用拳来拍死一个欺负以色列人的埃及人。当时伊看见有人欺负伊的同胞的时，伊马上出手。总是即阵，伊叫一下软的，一下怀疑。上帝呼召的时，伊是啊，感觉讲我有即个气力，更加怀疑家己是毋是徛伫正义这一边。所以因为凭着伊文武双全的本事，应该无任何的事来考倒他。总是现在摩西却充满很多的问号。伊袂是人生的十字架的路口。上帝呼召是真明确，总是摩西家己也有多少斤两，伊真清楚。摩西心内有数，经过40年旷野信心的操练，摩西学习到其中有一门真宝贵的功课，就是爱甲上帝亲近，上帝来倾心吐意，上帝来来真坦白心中的犹豫挂虑，完全无隐瞒，主动将家己完全摆在上帝面前，包括伊心内一块挂虑甲犹豫。因为摩西需要去面对的是一项无比非常危险的任务，等法老见到伊的时，可能要格杀勿论。哪有机会互伊伫法老的面前来提出伊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款的任务？所以伊感觉这是非常大的困难。总是上帝予摩西一个真强烈的应允，就是12节，第3章的12节，上帝讲：我要甲你三个地地，你要将百姓，上帝对伊讲。我实在甲你地地，你带百姓出埃及了后，你要伫这个山服侍上帝，这要做我找你的证据。所以上帝予伊真清楚的应允，免惊，我要互你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而且要伫这个山来服侍我，就是当时摩西受呼召伫西奈山、何烈山的所在。你要伫这个山，你要伫这个山服侍我，这是上帝予摩西一个真清楚的印记，一个证据。而且咱看见以前的摩西是受着以前，马上勇敢去做应该做的代志，无论对方是啥物款的人。只要是徛在正义的所在，伊就勇敢直前。总是当现在摩西，毋那是因为你有所不及，更加是因为上帝已经予伊的心肠改变，观念、理想也大大的修正。因为这时的摩西已经知影，迄气的勇气，所会当成就是人的义，毋是上帝的义。人的才调所起做的是家己的帮派，毋是上帝的国度。所以面对法老，要对法老的手中来拯救希伯来人，这款重大任务，乃是爱甲上帝同工，实行伊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信息的上帝是需要有信息的人行公义，心存怜悯，甲上帝同行，同心同行，同工，一步一步来成就上帝救恩的一个计划。所以，亲爱的姊妹，对摩西和上帝呼召的对话中间，互咱会当发现，这时的摩西对迄气的勇气，转软真侪谦卑，愿意谦卑家己来求问上帝的工人。
这也是咱是甲接受服侍的是咱应该有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求问上帝，指示咱、引带咱，要怎样来参与咱所接受，也是有感动想要投入的服侍。所以，望咱所有的人，咱会当真正多愿意谦卑来求问上帝的工作，无论咱啥款服侍，大声求上帝帮助咱，或者有智慧，或者有信心，或者有气力，去来参与这款服侍。最后，咱要按照真侪上帝好的工人的特质，就是讲，咱要真侪分享上帝是一个大有气力的工人，常常来高举上帝。上帝是咱来荣耀上帝，荣耀上帝。第12节中间，咱会再搁发现上帝互摩西一个真应允，讲我要甲你三角之地，你要将你的百姓带到这个所在，就是好利山的所在，只来敬拜上帝。所以上帝已经互摩西看见一个远景，甲一个未来。上帝应允摩西会当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且现在的摩西所徛的这西奈山的所在，要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所以，上帝已经互摩西、互亚伯拉罕真清楚，你有这款的气力，有这款的能力，有这款的智慧，会当将受苦的以色列百姓带到出埃及，来到这个山，恁三甲来敬拜、服侍上帝。请兄姊妹从咱来在咱的侍奉中间，咱来将咱所服侍，若有啥物会当来应光上帝的事，咱来彼此来分享。所以在服侍中间见证上帝大气力，互兄弟姊妹当得到激励、鼓励。我拄则讲起昨即个礼拜堂所推行的小太阳事工，有一遍。大概早20年前吼，我有甲咱的甚至到迄阵咱的前的牧师，江永安牧师，来拜师的时，阮捌到一定公所去找馆长。找馆长的目的是讲为着6月初2淡水马街日所要进行这事工，甲伊讨论了，讨论煞时，我有甲馆长讲，馆长，阮昨即个礼拜前的小太阳吼。我大概一年，阮咧负担的经费大概20-30万啦，毋来当请定公所这样来支援。伊讲应该会当去申请吼，嘛会当甲社会局申请。所以阮大概2-3年后，阮就甲定公所甲定公所申请补助甲社会局申请补助，大概一年差补助30万。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有看见来到一教会这囡仔，希望伊是一个真弱势的家庭。有人是出口成章，毋过慢慢一教会中间有1年、2年、3年、4年拢有，后来因伫遐拢有得到真好的教导，伊的品格慢慢去改变。其中有一淡即个礼拜堂洗礼，嘛有一个家庭是咧教会洗礼，所以咱会这样看见，当咱愿意来投入即款无论啥物款的教会的使命、所有的事工，咱会这样看见这个成果。有看见这个成果，咱们互相来分享。特别阮的教会一个同工到一台北县的社会局来报告小太阳生活营有做这单位拢有参与。总是社会局甲阮的同工讲，恁昨即个礼拜堂办了上好。这个消息我嘛分享互大家。今日咱昨即教会，我嘛相信有真济事工，实在真正咱的荣光上帝。有真侪同工的投入，互看见咱真侪事工，拢有上帝咧带领。通过咱的同工一起来侍奉，有看见侪是有真好的果效。所以咱一教会推动各项的事工时，若有啥款的果效的时，除了着同工来感谢以外，嘛爱请同工会当将推动事工的果效会当分享出来，来见证上帝即个所做的事工中间有上帝的权能带领甲应允，互咱会当常常为着这个事来应光上帝。希望咱会当通过今日
咱所听的，咱要做啥物款的工作，就是讲期待咱有敏感、有行动的工作，互咱会当直接来参与咱教会一切事工，更望咱真侪有智慧去车派，合时应该接受车派的工作，嘛会当互咱会当真侪谦卑来求问上帝的人，嘛会当真侪分享见证上帝是大有亏咱的工作。只要咱愿意来参与每项事工，咱来问讲，我到底是啥物款人？上帝要甲咱三个地地，上帝要互咱有气力，要互咱有智慧，互咱有信心，会当来应跟上帝。希望咱会当参与做教会做事工，特别新的牧者来到咱中间的时，咱会当甲整个牧师、长职来配合，每一个单位拢会当真正愿意，是要讲主啊，我会写，请找我，互咱会当将咱的教会中间所要推行事工，通过你我大家的服侍，会当之下来应用上帝，引带更较侪人来看见咱的教会是有听、有望、有信心的教会，互更较侪人会当来到一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救恩。咱三个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搁一遍通过摩西受呼召这个过程中间，互阮真清楚，阮要将做啥物款的工人。帮助阮会当谦卑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一切的切恳，无论是阮有即款的才华，还是讲无即款的才华，总是阮愿意来负担。只要阮愿意来受栽培、受装备，阮会当真侪上帝真要紧所切恳好的工人来应经自练。恳求上帝帮助阮的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是将来牧师。小会、中秋会带领，互阮能参与是教会大大小小的事工，会当通过这个事工，会当来互阮会得到真好的造就。无论是即款的造就，帮助教会的每一个家庭，信仰会搁较徛在，帮助所有兄弟姊妹，互阮所做的事工会当来得到上帝你的管道，会当互阮会当通过做事工。会当来将福音会当广传至大潭水的所在，会当引导更较侪人来领受上帝的救恩。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免。